这个处长吼，讲咱大家今仔为着这个保育，为着教育吼，要来甲咱大家安尼报告一下吼。咱的单立委甲咱遮教授吼，来，咱大家拍拍甲咱的处长甲安尼鼓励一下，加油一下。咱单委员吼，咱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午安。今仔日吼，因为部长吼对迄个立法院爱顺吼，所以特别吼，请我代表吼部长甲大家吼问候吼，甲大家探望吼。拄啊吼，真侪迄个意见吼，伫内底单委员甲迄个一寡迄个律师先生吼，已经拢有向阮做真侪建议吼。基本上因为大家真关心讲台语吼，希望为着提升吼。全民吼，佮用迄落进一步的认识，佮使用吼，对咱下下教育会当佮迄个品质佮较好吼。所以本来吼，其实伫即个预算的编列吼，阮今年本来就是即个拍算要来起办，所以才有98年预算这件代志。当然真歹势啦吼，真遗憾吼，有即个特殊的状况吼，所以今年即个预算吼无通过。但是吼，阮拄啊有甲迄个委员报告，我会嘛转达各位即个人吼，阮伫迄个即马拄要起草即个99年度吼，即个新的预算的时候，阮会继续来争取吼，来编列甚至讲希望编列后，还佫争取立法院吼，即个支持，安尼吼，今年有即个遗憾，明年爱佫唔通。迄个退缩，希望阮基本上阮嘛有即个规划啦，就是咧希望会当办啦，希望会当起办，所以第一项就是吼，迄个下年度90年度的改选，阮会继续争取编列吼，一点吼。第二点就是吼，迄个大家嘛真关心讲吼，迄个即摆拄着即个状况吼，会当讲今年吼，会当讲对真大规模。会当讲继续发展，继续小规模来办理吼，即个吼，阮嘛有要进一步吼来迄个设法吼，希望阮来互阮内部吼，过来研议吼，阮尽量吼来迄个看今年吼，迄个在99年还未到之前吼，看会当吼来内部吼做一个合标吼，进一步来迄个努力安尼啦，即2点吼，拄啊伫大约啦吼，是即个状况吼，我代表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多谢。咱真感谢这个处长吼，大久咱伫即个伫遐咧讨论的中间吼，咱除了讲处长遮、教育部遮要尽量来甲咱努力帮忙吼，伫明年即个经费预算会当来继续编列吼。当然今仔日咱遮乡亲来吼，咱就是教育处长、教育部，咱的部长上大的后盾啦，对啊对啊？因为咱这个教育是无分党派、无分族群的吼，读过咱处长台湾的讲了有水无啊？所以相信处长伊嘛唔甘愿讲伊的母语吼，拿去用消灭掉，对啊对啊？所以吼，即个有当时读过话拢掠讲吼，我要超明我唔忙啦，即个有当时吼，咱。教育部遮大家拢真拍拼，咱即摆来请单政委、单立委来甲咱讲一个话者。感谢吼，感谢咱李议员啊，真辛苦啊吼，以及咱今仔所有举办咱的教授，以及咱所有爱咱台湾、爱咱的母语、爱咱台湾的文化，所有咱的好朋友，以及咱教育部咱的吴处长，大家辛苦啦吼。但是今仔日起码。咱有听到一个较正面的回应，就是咱的教育部甲咱即马现主席起码是徛斗阵的啦吼，所以若即个徛斗阵，起码咱会当做伊的后盾，就亲像阮正所讲的，咱就爱做教育部长的后盾，拜托因爱硬起来，就算国民党的立委安怎打压，咱就是爱做伊的后盾，互因会当向咱所有台湾的文化来负责。来认同，大家讲对唔对？对。所以我想，伫咱98年度的预算当中，咱拜托处长，较辛苦的，佮教师遮的所有同仁较辛苦的，会当起码做一个小规模的认证，互咱伫98年度，莫讲咱已经拍算做好的计划，互
互人安尼动一下，咱就求提去啊！咱来继续行，就算小规模的，咱嘛是行。但是99年度的预算，咱一定要有通过。但是99年度预算通过，头仔处长有讲哦，预算变，因绝对会变。改选，因嘛一定会列入，也一定会送到立法院。大家都知影，今年嘛是送到立法院啊，啥无过？大家清楚啦吼。所以后壁咱同款有责任哦。咱除了原民进党的立委，我甲大家保证，27个绝对甲咱台湾徛到阵，甲咱台湾文化徛到阵，甲咱台语文徛到阵。但是，阁有国民党党团哦，所以甲大家拜托，大家共同努力。不只是各部爱努力，咱嘛爱努力，咱嘛爱为咱台语文做伙来努力，大家好唔好？好。而且感谢大家辛苦，我想做侪拢今仔对透早，就一直到今嘛，大家辛苦等真久啊！感谢大家为台湾的打拼，感谢。好，安尼咱请廖教授吼，佮甲大家问候一下吼。处长、陈委员，啊，甲上辛苦的咱个李总指挥，安尼说，啊，甲在座各位，咱这爱好，也是讲保护咱的基建的这个乡亲时代，大家好吼。咱今仔日吼，举办一片上届有水准的民情活动，咱互大家知影讲，咱台湾人在爱护台湾保育的这个乡亲时代是这尔遵守现代社会公民的规矩，来去要求咱应当爱有的这个权利。啊，咱嘛真欢喜，处长头拄啊有甲咱答应两项代志，搁再重复一遍。第一，99年度至99年的这个预算一定要变，一定要通过。第二，98年今年4000万袂当过，但是伊负责爱甲伊所有会当去用的这个语言的预算哦，办一个小规模的认证。咱安尼感觉真有价值啊！咱甲处长吼，甲拍拍咧，希望伊毋通过这个伊就应付就好。咱今日多谢大家，咱所有的活动到这为止，多谢各位，谢谢。讲话，安尼好，咱再甲处长拍一个报告一下吼，感谢，多谢吼。